大家好，又係我阿玲啦。咁啊，頭先做直播行下行下，行咗過嚟阿叔度，阿叔咁樣行開咗啊！可以喺佢間鋪搞搞震啊！你睇下，順便幫阿叔補翻條片先啊。因為直播我驚有陣時未必上傳到啊嘛，上傳又要好耐。咁啊，幫佢鋪翻條片啊！你睇下佢幾多衫，我頭先幫佢買咗幾件。啊，翻去補翻個相先，你睇啲衫幾靚，又平喎。頭先直播嗰時，如果有個街坊都有問我，我話買翻件俾佢阿媽都幾好，我話好啊咁樣。我有陣時都未必過去拼哥哥嗰啲度買嘅，啲質料唔係幾好啊嘛。佢呢啲質料好啊嘛，同埋咧，佢係始終實體店啊嘛，會好啲。不過佢做埋呢個幾兩個月唔做啦，生意難撈啊嘛，鋪租又貴，因為佢啲平啊嘛，平價賣得好平，做街坊生意嘅啫。所以係咯咁啊，佢咁啱行開咗，叫我睇一睇嘅啫。所以咧，我補翻條所謂補翻條片嘅啫，正所謂嚇。好啦，下次再同大家見面啦，拜拜。